三王寨售票處位於狹窄嘅山谷入口處，可用平地面積非常有限。喺度大興土木起大型綜合體，唔單止工程難度大，亦可能破壞入口處嘅自然景觀。好多遊客嚟到三王寨售票處，都會對其相對簡陋嘅外觀感到意外。三王寨售票處，佢雖然唔豪華，但只要能夠完成其核心使命，安全地將你送入嗰段世界級嘅壯麗步道，其功能性目的就已經達到。從三王寨售票處停車場到徒步起點好漢坡，係一段漫長嘅盤山公路，步行距離超過7公里，而且全程上山。如果行路，會白白消耗近2個鐘嘅體力同時間。等你行到好漢坡嗰陣，可能已經冇力進行真正精華嘅徒步。呢段路係景區內部車道，唔係為行人設計，行起嚟又悶又唔安全。接駁巴士車20分鐘，可以直接將你送到徒步嘅真正起點。等你可以留住所有體力同時間，俾後面風景絕倫嘅好漢坡、書冊崖同懸空棧道。其實去少林寺最簡單嘅方法係直接前往少林寺景區大門，唔需要行山，慳時又慳力，適合所有遊客。但係部分遊客選擇從三王寨開始徒步，並唔係只係為咗去少林寺，而係想追求更豐富、更有挑戰性嘅體驗。好漢坡，好漢坡係攀登三王寨嘅終極入門挑戰，亦係一道篩選真正徒步者嘅天然門檻。佢位於三王寨景區接駁巴士嘅終點，係徒步穿越前往少林寺嘅第一個，亦係最艱難嘅一段。一段極其漫長而且連續嘅陡峭石階路，幾乎冇平緩嘅緩衝地帶。遊客需要一口氣完成幾百米海拔嘅劇烈爬升。能夠堅持爬完，就算通過咗第一道考驗，堪稱好漢。好漢坡唔係風景點，而係一個儀式。佢用最直接嘅方式話你知，接落嚟嘅旅程屬於勇敢嘅探索者，而非輕鬆嘅觀光客。爬上去，你就贏得咗欣賞後面絕世風光嘅資格。金闕雲宮以險峻地勢同雲霧繚繞嘅仙境奇觀聞名，被譽為懸空於天地之間嘅道教聖地。三王寨金闕雲宮到南天門嘅山徑，堪稱天地造化嘅立體長廊。呢條約1.5公里嘅懸空棧道，緊貼住25億年前形成嘅石英岩壁。三王寨嘅棧道係一場關於勇氣同美學喺垂直絕壁上展開嘅極限對話。
棧道整體呈之字形攀附於落差超過700米嘅輸拆崖腹地，大部分段落闊度不足1米，最險處外側護欄只高及成人膝頭。三王寨係嵩山少室山上嘅一片古老天然石寨，形成於億萬年前嘅地質運動。佢個名嚟自古代傳說中3位帝王曾經喺度修行。歷史上呢度曾經係道士隱居修煉嘅地方，留低咗三王禪院嘅遺跡。亦因為地勢險要，過去仲被用作躲避戰亂嘅據點。而家三王寨主要有3個功能：一係作為世界地質公園嘅核心，展示緊地球古老嘅地層；二係成為徒步勝地，以驚險嘅懸空棧道同輸拆崖景觀吸引遊客；三係作為文化地標，融合咗道教傳統同地質科學。三王寨就喺少林寺嘅後山，好多遊客會選擇從三王寨開始徒步，穿過棧道同山路，最後到達少林寺。咁樣既可以體驗登山嘅刺激，又可以參觀著名嘅少林寺。南天門。三王寨禪院。三王寨禪院係鑲嵌喺嵩山少室山絕壁上嘅懸空道觀，始建於唐代，現存建築為明代重修。佢並非獨立院落，而係依天然岩洞同懸崖平台構建嘅石坎殿閣複合體。石坎殿閣複合體係喺天然懸崖凹洞石坎中嵌入人造樓閣嘅建築形式，岩洞成為建築嘅後半部分，木結構向前延伸為殿門屋頂。主殿三王殿僅10平方米，內供天王、地王、人王石刻像。天王、地王、人王係中國神話中開創文明嘅3大始祖。天王制定曆法，掌管時間；地王劃分山河，治理大地；人王建立婚姻，教化萬民。三王被賦予修行悟道嘅象徵，成為嵩山等聖地連接天地人三才嘅精神符號。
埔三王寨中途休息飲水時，大家通常會揾崖壁下陰涼處或者路邊平坦嘅石頭坐低。過一陣，我哋又企返起身繼續爬，希望喺中午前抵達少林索道上站。因為隨住秋分過後，日照時間開始明顯縮短，日落時間會提早到下午5點到5點50分左右。山體有好多直立或者斜向嘅紋理，呢啲係岩層經歷咗億萬年嘅地質變動形成嘅節奏結構。玄天洞唔係普通嘅深洞，佢係一個鑲嵌喺垂直又陡峭嘅石壁上嘅天然石洞。遊客通常要行過起喺懸崖上嘅懸空棧道，先可以去到或者近距離觀賞佢。玄天洞。呢啲陡峭嘅崖壁確實存在發生小型落石嘅天然風險，尤其係喺大雨之後或者極端天氣期間。從對面五指峰嘅角度望過去，玄天洞的確會呈現出完全唔同同埋更加全面嘅景觀。掃把狀節理或者叫掃走狀節理，係指喺岩石體入面形成咗一組形態特別、密集而近乎平衡嘅裂縫，即係節理。佢哋外觀上呈現出類似掃把或者扇形嘅樣貌。掃把狀節理係一個非常專業嘅地質學術語，特別係喺描述少室山呢種特別地貌嘅時候會用到。
嵩山主要由兩大山體太室山同少室山組成，呢兩大山體各自有好多起伏嘅山峰，例如太室山嘅主峰晉極峰、少室山嘅主峰連天峰等等。我哋攀登嘅呢座山係少室山，三王寨景區同書冊崖位於少室山嘅西側或西南側，屬於純粹嘅自然風景區，通常需要行棧道同埋登山步道。而少林寺就位於少室山嘅北麓山腳下，係人民景觀區，主要係參觀寺院同埋塔林。呢兩大區域三王寨同少林寺之間有登山步道相連，但路程比較長同埋險峻，通常被稱為少林三王寨大環線。石門顧名思義係指由天然岩石形成嘅巨大門戶或者通道，佢有兩嚿或者多嚿巨大嘅石英岩石柱相對而立，中間形成咗一個又窄又高嘅天然開口。
三王寨吊橋。三王寨吊橋位於少室山嘅峽谷深處，連接兩邊極之陡峭嘅石壁。佢係三王寨懸空棧道系統入面一個重要嘅組成部分，幫助遊客跨越深谷，繼續沿住崖壁路線前行。象鼻石景，佢係一嚿從懸崖峭壁上橫向伸出嚟嘅巨大岩石體，前端向下彎曲或者垂落，末端細而圓鈍，整體造型好似一隻從山體中探出、懸掛喺半空嘅大象鼻。連天大峽谷，連天大峽谷係少室山地區喺強烈地質作用同長期流水侵蝕下形成嘅一個深切峽谷。峽谷切割深度極大，兩邊係高聳、陡峭嘅崖壁，展現出少室山岩層嘅垂直結構。峽谷嘅形成同古老河流或季節性山洪嘅下砌侵蝕作用好有關係。呢個進一步加深咗峽谷嘅形態。書冊崖嘅外觀就好似一疊疊巨大、排列整齊、直立嘅書本，成個山崖被分割成厚度差唔多嘅石板塊，層層疊疊，線條不直。書冊崖奇特嘅形狀主要歸功於佢特別嘅地質結構、陡狀節理同強烈嘅構造運動。少林索道上站，少林索道從上站到下站嘅單程運行時間通常喺10到15分鐘之間。少林索道嘅下站山腳正正就係成個嵩山少林景區嘅核心區域，遊客就可以輕鬆去到禪宗祖庭少林寺常住院，
中國最大嘅群塔林武術館等等。少林索道下站。少林景區電動車主要來回於景區入口同少林寺常住院、塔林區域之間，通常係單次收費。塔林位於少林寺常住院以西約300米處，係中國現存規模最大、歷史跨度最長嘅古塔墓群。呢度保存咗自唐代到清代嘅241座磚石墓塔，安葬住少林寺歷代高僧嘅靈骨或衣缽。塔嘅造型涵蓋密禪式、摔倒波式、喇嘛式等，高度從1米到15米。每座塔嘅層數1到7層，代表僧人生前佛學修為。塔身雕刻嘅蓮花、獅子等圖案代表其修行境界。呢片石塔嘅沉默矗立，實質係少林寺1500年禪武精神嘅立體年表。每道風化嘅刻痕裏，寄藏住一花一世界嘅佛法微言，亦沉澱咗塔影如劍指雲天嘅江湖往事。少林寺常住院。紫洞樹。喺呢棵樹嘅樹幹上有好多個手指頭大小嘅凹痕或者心洞，呢啲痕跡被廣泛傳說係古代少林武僧喺練習一指禪或者梅花樁等指力功法，長年累月喺樹幹上篤刺按壓造成。少林寺大雄寶殿前面主要有2大石刻，台階中央嘅單臂神刻有龍鳳圖案，同埋兩邊對稱嘅石獅子護法垂獸。少林寺大雄寶殿。大雄寶殿係少林寺常住院嘅核心主殿，位於寺院中軸線上，係僧人舉行重大佛事活動同禮佛嘅主要場所。殿內主要供奉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佛，佢係少林寺最高精神境界嘅象徵。
少林寺藏經閣，佢係寺院中珍藏佛教經典、武術秘笈以及其他珍貴文獻嘅地方，亦都係僧人學習同研究佛法嘅重要場所。雖然現存嘅建築係近代重修，但佢代表咗少林寺作為禪宗祖庭同武學聖地嘅文化積澱。傳說中，少林72絕技嘅功法秘笈都珍藏喺呢度。藏經閣係少林寺學術文化同知識傳承嘅象徵。少林寺創建於北魏公元495年，最初係為咗印度高僧跋陀而建。公元6世紀，另一位印度高僧菩提達摩喺呢度面壁傳法，開創咗中國禪宗。少林寺從此成為禪宗嘅發源地。唐朝初期，因為13武僧幫李世民平定戰亂有功，少林寺獲得皇室特許，地位崇高，正式確立咗禪武合一嘅獨特文化體系。西方聖人。少林寺喺宋元明清時期都有發展，尤其以明朝時規模最鼎盛，武術影響力達到頂峰。不過，少林寺經歷咗多次戰火，建築曾多次損毀，但少林寺嘅禪宗法脈同武術精髓就透過師徒代代相傳，得以延續不絕。1980年代到今日，隨住寺院嘅重建同電影《少林寺》嘅推動，少林寺獲得咗全球性嘅知名度。而家少林寺唔單止係宗教聖地，仲成為一個集禪修、武術、旅遊同文化交流於一身嘅世界級文化品牌。呢趟由三王寨行到少林寺嘅徒步，係一場自然同人民嘅完美交匯。上半程喺三王寨領略咗書冊崖等絕壁棧道嘅驚險同壯闊，飽受連綿石級落坡路嘅體力考驗。下半程就回歸到山腳嘅少林寺，喺大雄寶殿、塔林同武僧之中，深刻感受到禪宗祖庭同禪武合一嘅深厚歷史同寧靜氛圍。如果你想深入體驗嵩山少林，領略禪宗祖庭同天下第一佛寺嘅魅力，安排一日時間係非常必要而且值得嘅。如果咁樣，你可以從容不迫，將大自然鬼斧神工同人民歷史嘅沉澱完美結合。
续送归一个你。我愿等万日情深，刻进我的魂。我愿等3月春花，归来是故人。我愿等柳絮花开，白云封山住。我愿等晚风徐徐，总归一个你。我愿等万日情深，刻进我的魂。我愿等3月春花，归来是故人。我愿等柳絮花开，白云封山住，山住。花香已满园，要为你弹一曲古筝。雨落雁门，你我落红尘，今生又犹如谁心门？为你生情愫，还一见如故，恋爱让人生糊涂。马大走最途，鸟儿绕长鸣，知你归来。我愿等晚风徐徐，送归一个你。我愿等万日情深，刻进我的魂。我愿等3月春花，归来是故人。我愿等柳絮花开，白云封山住。我愿等晚风徐徐，总归一个你。我愿等万日情深，刻进我的魂。我愿等3月春花，归来是